同门飞镖。会不会是我们明珠谷的人？很有可能。反清联盟下有10几个组织，明珠谷是规模最大、威信最高的一个。更何况，通辖的秘密就是从明珠谷泄露的。如果是明珠谷的人，会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？你觉得会是谁呢？谷中的兄弟，都是我们相处了10几年的亲朋好友。我不敢乱猜。朱哥哥，我好紧张啊！嘘，小声一点。此人脚步轻微，武功很高，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朱哥哥，您说这个人把自己装扮成这样，连身材都不敢暴露，可见他比其他人更加谨慎，更怕别人认出他来。我心里有种预感，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人，而且跟我们非常的熟悉。先不要乱猜。此人既然是咱们自己人，应该已经知道。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，但他还敢贸然前来，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交给鳌拜。等会儿他出来的时候，你悄悄跟踪他，弄清楚他的身份。好，我再想办法去暗杀鳌拜，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情报交给康熙。出来了。环梅，此人武功在你之上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。如果被发现了，马上放弃任务逃走，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朱哥哥。你还不知道我吗？从小我胆就小，我肯定不会跟他正面发生冲突的。倒是你，鳌拜的武功很高的，你可千万注意自己别受伤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，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世上。行动吧，小心。人呢？哎，糟了，我又把人给跟丢了。朱哥哥又得看笑话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想不到鳌拜如此谨慎，他与手下往来的信件，全部都是用密语写成，其他人就算是拿到了，也看不懂。
大人，内院好像有动静。哎，没听索大人吩咐吗？今夜不管发生什么动静，都不许吱声，知道吗？这边走。幸亏老夫早有防范，要不然真的就中了你的暗算。看我的李家独门飞镖！可以啊，居然全都接住了。你这翻案去的功夫太差了，哪儿学的功夫？简直丢你师傅的脸！我刚刚逗你玩的，现在才是真格的。看招！李剑清，原来是你！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功夫还真是不错。鳌拜，你号称大清第一高手，却不知我中原武林高手如云，武功在你之上者多如牛毛。今夜，康熙派我来杀你，束手就擒吧。李剑清，你就不必再费心挑拨老夫和皇上的君臣关系了。你今晚来行刺老夫，不可能是出自康熙之意。你就那么相信康熙不会出尔反尔？他有多恨你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康熙小儿恨老夫入骨，一心想让老夫死。但是以康熙的城府，他更加清楚，眼下还不是杀老夫的时机。你对朝廷的价值，无非只剩下你所掌控的情报网。康熙将你革职软禁，天下皆知。你的那些手下，早就惶惶不可终日了。他们暂时还肯效忠于你，一来不过是受了你大补丸的控制，你的余威还在。但实话告诉你，大补丸的解药我已经解出来了。什么？你现在可以解大补丸的毒了？若非如此，我跟易欢怎敢公然跟你翻脸？想不到啊，你年纪轻轻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这医术之高明，也是老夫平生之仅见，可真是了不得呀！这第二是你的那些手下，跟朝廷还没有建立起联系的渠道，但是以康熙的智慧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让你那些手下主动去投靠朝廷，到时候他们直接建立起了联系。你以为康熙还会留着你这条老狗吗？抓不住我的，快回去吧！好人命，好人命！小女子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这样差，还敢逞能？好害！你再饶我一次吧，我这次真的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，真的。眼下局势混乱，处处都是陷阱杀机，你个小丫头，还是少掺和的好。快回去吧！李剑清，你和李易欢兄妹二人，都是来自明珠谷的前明余孽。你们二人的存在，就是我大清的一大威胁。鳌拜，你最好想清楚3件事情。第一，眼下我们兄妹直接威胁的是康熙，不是你鳌拜。第二，康熙信任的是我们兄妹，不是你鳌拜。第三，康熙最恨、最想杀的，不是我们兄妹，还是鳌拜你。你今晚见的那个穿黑色斗篷的人，
就是你安插在明珠谷的奸细吧？是又如何？虽然你的功夫不错，但若想杀了老夫，恐怕没这么容易吧。若是老夫把这些机密上交给康熙，那你们兄妹二人的死期可就到了。你真要把这些机密告诉康熙？你说他是会相信你呢，还是以为你又在挟私报复？就算康熙相信了你，把我们兄妹都给杀了，若是没有了我们这些所谓的潜名余孽，你觉得康熙还会留着你这眼中钉吗？小狗子，那咱们不妨就来做个交易吧。以后你就不要再算计老夫了。老夫在上报给康熙的时候，也绝不会揭穿你们兄妹二人，如何呀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欢妹，朱哥哥，欢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只不过人被我给跟丢了。人没事就好，我这边也失手了，估计那个内奸早就算准我们会去行刺鳌拜，提前把我们特制的迷药解药给了鳌拜，鳌拜早有防备，我没能杀得了他。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你这么关心我，就算受伤也值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跟鳌拜不相上下，他杀不了我，我也杀不了他。朱哥哥，我跟那个人交手了，我觉得他武功的路子跟我们明珠谷很像。你怎么跟他交手了？我不是让你远远跟着，不要动手的吗？哎呀，跟踪人不是没经验吗？我去跟踪他，被他发现了。不过好奇怪啊，他明明好几次都可以杀了我的，可他最后都手下留情。虽然他用黑色斗篷把自己的身形全部罩住了，我看不清他的身形是什么样的，但是从他武功身法和揭发暗器的路数，我感觉他就是我们明珠谷的人。看来这个人认识你，所以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有没有听到他说话的声音？他是用假声跟我说话的，但是他用假声的方法跟咱们平时学的变声技法是一路的。我敢断定，这个人不仅是我们明珠谷的人。